让我来看看今天又能逮到谁。小卜，申总，这两天为什么老迟到？我打过报告，我家过来路上一直在修路，所以公交车总是堵车。知道修路不会早点出门吗？我家离公司特别远，我现在坐的已经是第1班公交车。你家住的远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是我的问题。刚才干嘛？我刚啥也没干。你在给你儿子买文具。我没有，我在等项目经理给我反馈。你在上班时间给你儿子买文具，这样的情况再给我发现一次，你就卷铺盖走人，明白吗？